啊，请福田慈悲田道公，坤道公。非常好啊！大德法务天理，还有我们的花莲的田良师，还有各位人士，以及班上我们的同修，大家早安。法师早安。今天获选呢陈猛天师的，而且龙步前程安心要候选人学习，所以先感谢大家的参与因为呢，刚刚我们目前开场白就把《六祖坛经》里面的内容非常熟悉的给我们分析得很清楚。不满意咱来帮目前呢，听说咱学校来这个家是甲回乡104年，即马今年几年？104年进前，咱学校呢，拄去义和遐，拄咱修一个储备台电，迄阵身体无好，心脏瓣膜有细菌穿透，瓣膜无好所以个人呢，人生起伏，人生如果没有起伏的话，就不算人生。所以阿里听听了大概我们今天我们参班，福建主民讲，千考人才爱具备条件。你听这个题目很深的。一般那假是讲千考人才无了解，所以讲有迄意味这种，甲讲比讲，迄当时身体无好，心脏瓣膜也严紧，咱有点说有了有点说所以去底下照顾一段时间，一直拖到身体较好。所以人若伫迄个起起伏伏，讲若互我，大家讲互我，迄叫做善愿结果若袂当呢，就叫失望。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失望。多少人寄望，多少人希望。所以今天季空老师有安开始一句话，心里想，嘴巴讲，但是没有去做，这叫什么？心肝来想，有咱听的目前安排一个年纪较济，对时代不一定会对。然后你讲，伊对时代袂对啦，那我嘛最近有影。我们的时时刻刻，时代的变化，我们只要不遗憾，所以对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遗憾。这个呢，先人讲，心来想，嘴讲，无去做，叫做啥？叫做自欺欺人，好听无？食几了啥物啦？莫家己欺骗家己，咱家己欢喜讲。有迄个机会，咱身为清教，即马就甲问家己，咱一定要清教，到月头因为清教进前，咱会当今仔日的清教，咱的恩人跟贵人，大家认识的，就是因果书，所以咱爱理解。这个时阵修办道，不可能啥我清教，人家讲好佳哉，人讲。其实爱学外亲的，咱就更有信心。所以一个行慢的来，咱大家来改变要有咱真大信心。当然像遐高阮对家会叫，袂，拄着看着行慢的，讲好佳哉，阮安尼嘛当，我这点心，我嘛当做，安尼有欢喜无？对家有信心无？咱每一个人。
来要来学道土，即马啥物叫做学道？已经到村口，甲回想起来，人家即马甲回想无？回想有因果书，即个因缘吼，毋是突然间，咱已经每一个伫天顶，拢有发迄个愿，所以讲要结一个缘义啊，毋是简单的，所以咱就讲定烧因缘。为什么叫做修行？为什么叫修行？那如果修行就是本源，出有天，咱啥物件，一定安尼物件。第二，爱尊重先生，吼，咱不然咱开始作这。那如果要满足大家目睭耳仔，安尼要满足即个遮，迄叫做凡夫。我有可能咧表达吼，听听了，啊，讲这话才掂着，掂甲无掂吼，看过来。若满足着耳仔目睭遮，修到1000口以上有袂了命。如果咱若问讲某某人还蛮惨，啊，你问遮讲要修啊，有影无？几十担，咱就讲啊，这安怎？还蛮，你学来会对开摆脱。安尼问遮讲修的，咱来啥？学做水啊，度量甲笑量，若拄着有咱不如意的，咱甲回想啦吼，看着边仔伊着打，打拢真正无迄落，甲回想，伊的人性，伊嘛是安尼物件，嘛是安排啦，所以咱来记住，啥物叫做1000口人才。拄着逆境，拄着不如意，用着感恩的心，用着诚恳礼敬的心，安尼来对待，安尼叫做修行，会接受无？吼，就是反求诸己，甲放伫咱的内心，听听讲，人按上天安排，迄个不如意的，就是要提醒咱，讲好佳哉，我无像你安尼，咱是好佳哉，但是袂使批评讲。安尼即个，所以咱伫道场内底要修行，会当反求诸己。安尼了解，庄严信前方法，你了知影讲，咱万物理所开始遐个话，每一句话内底，人告诉讲拢听大吼，啊甲听，开场白的一句话，一世人终身受用，一世人用不了。那如果讲，即马率即随问我，讲到一大堆，听一大堆，报什么班，我已经过啊。如果若以过班来代表成绩，人讲，某某人，你使咱有过无？也免的，阮几啊10担前阮就过啊，你这才错啊。安尼，伊会讲即句话啊，比迄个也袂过班迄个还佫较错啊。大家听听无？讲恁哦。安尼甲即，阮几十担前，阮就伫道场啊。安尼甲即马，了上天的因缘，所以会记起时时抱着学习的心，永远拢是年轻人。所以大家对我讲，时时抱着学习的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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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永远是年轻人，永远是年轻人。安尼就是你讲对。有无？啊，抱着好认真来学习啊，所以讲，英语去作济啊，迄是时用咯，时间培养咱伫道场，所以我哋自己讲，咱伫人面也是时间较久，这是因缘。所以若我听听知讲，为了要满足着甘愿牺牲，迄叫做凡夫。若会当甲亲亲伫北内，咱也会晓知影讲，要学道，几本6座大经。82到82的了，而且注意哦，咱学着了，毋是要讲出的像亲子安尼，会减一下吼。咱来家己，若如果了上天下心，时时刻刻爱心是爱家，讨厌恭敬，恭敬着收为每一个，不管是初入学，不管是还未求道，不管是长辈，咱来用着礼敬，那安尼。相应下心，讨厌恭敬，内心添下是啥？恭。
内心偏下，是讲为幸福咧，是对，所以安尼，咱大家若要做公平吼，拢莫意想公平，是讲我是真好，咱真体力还佫会当，还佫会当来到，安尼啊到做工课，做幼儿工课，那安尼咧，咱会家真好。若讲迄工你工课吼，无做爱斗做，安尼还佫错啊，有影无？你昨晚摆迄工课吼，你无法是甲你斗做，拢上来工课，是咧安尼。所以咱爱其实咱要学到，所以爱具备了解讲，为什么爱具到？即摆咱用参考咱为上天安排辅导，下就是咱的学习评价计，所以这了解好。那内底有不足的所在，吼。如果有不足的所在，那咱甲目前处理补充，甲各项所补充。大家大家，咱这同心的吼，嘛知讲，咱嘛知，即句我听了吼，安尼，人家所讲毋对，迄句啊，讲对甲毋对是境界关系，境界的关系啊，吼。然后讲咧，人生会晓把握短短时间，有一届有3个老大，因咱要做饮茶，是讲。饮七三饮强饮茶，要做一个饮茶，不知明年会减啥物啦？不知明年会上谁？一个咱大家三个做一只就拢安做今仔日饮茶，毋知影明年吼，同时间会当去食，甲时间，但不然。一年后三个要做伙伫遐食茶，感情经济，会一定怎么样？其中第一个讲，先老前辈啊，你家人生看到一天哦，是讲根本脱写就成课，根本变啊！我下下站起来，后壁面成景，安尼明仔载去，有一个所讲，明仔过两工爬袂起来，过这啊，安尼就是一后。一个是讲一冬，一个讲一后，还佫一个真正要咱开悟，爱具备了解，而且把握当下，把握咱当下，用欢心，用着咱济公老师潇洒的心，若安来做吼，大家都欢喜相款。迄个就是恁两个老先生，你家人生看甲一个一冬，一个一后，是讲一口气吐出去。不必进来，不进来，输起来，分得出去，分出去，输袂来，安个啦，结束啦，安尼就对无？所以讲，具备了解，咱接受天天所见，因为强处，咱来记住，咱是人出去，所以有当时一寡观念，你去大人，你甲人去买菜，甲人应对，甲人一个，互人好印象，就是大人。留给对方好印象，就是渡人的本钱。这是咱讲啊，所以人讲哇，你大人，有安怎讲呢？阮大一人常讲呢，叫阿妈紧来讲，结果倒来本身你做负责的啦，后壁要咱培养，红球着多，即摆来三看着桃牛，内底袂好气气，内底正名大牛，安做好去。看这袂开，看迄个是非非，安尼倒咧，无倒。所以希望讲，咱要文质彬彬，文性质一性文，咱捌偌济，做偌济，咱互人嫌来，这是咱互我的经验吼。有一个因为年纪济吼，咱来咧个足简单，若学到买当来真欢喜吼。人若讲你毋对，你是对。人家讲你毋对，你会记得讲感谢天父遮慈悲，感谢天慈悲，互我学习。安尼，决定讲真解啊。如果你是对，人家讲你毋对，你本身搁袂伫遐海面手，你搁会晓讲感谢天的慈悲，互我学习。即部
会通无啊？对。那做这有当时前几项，会去印象中老前年，咱好老前年教育学校的说，大项目是要互你安尼民主带伫咧，你去安怎遵守中道，迄个才是必行的。老前教是重要，这个咱个咱以后保持着老前年一脉传承下来吼。所以讲，咱甲大家讲，强气讲有好的一年，有好的学习，所以若拄着，咱若讲你安怎，爱会记住一句话。说一口气，可能笑出来，感谢主你，我是往前啦。你若如果你毋是安尼啦，安尼先靠人在厝边聊天，毋是你听一两句话，袂解就马上面手就，面手就变人讲实在讲，若如果讲吼，你甲负责讲，我两次讲的吼，有够歹听。若随听着无解，随爬面手吼，安尼个对头个定出来。慢者讲我是参考人，我参考面手都无好，安尼毋是做事业，迄个文质彬彬，佫毋是借公老生潇洒，安尼这路边聊天爱做。哎。若讲若讲听到你啊讲，迄天吼我去安怎，来张涂骹，用。就来到咧，敢若像敢做检查咧，你遐就无清洁，你遐安怎？咱毋是要做检用官，咱是当做无好势，咱念啊，无好势，功德互相偏的，责任是咱应该做，安尼好无？是。无好势吼，我人来，你以后怎办？咱毋通做，你种啥？做歹换班啊，咱来。且这个咱大家，你看安尼是做哪好，安尼互相，所以特别要紧。所以讲回顾咱老回顾，素因先生拄着桂林甲因哩拄则，你好讲，就是讲拄着因无事，所以咱时爱会记咧讲，也袂记得讲我人生是好在拄着某人带我知影讲。这个真正是天贵，那安尼都会保护得出来，所以这个因某事有较辛苦。所以讲，用平凡本来咱是爱流动身心，甲即马拄着朋友、亲戚、朋友助缘，佮前辈者，所以若要讲着会较落善我形容讲老师的话，有一本册讲老师的话。第8集会变集，对第8集起了开始看到上尾啊，安尼有闲看4幕啊，若看较知影讲，真正咱若去修行讲，老师安怎讲？为着咱要求道，嘛甲咱的缘天，嘛甲过来规划，讲拜托你若甲吵，我即个会当来做徒弟，会当来保持。你会安心心，也哭过、泪流过，所以希望呢，是个第8集老师的话，第8集，对第8集起了开始看较上尾，若看几家过心情会笑，每日做出来所以当时初下的工讲，新头新的工讲做来，若来到第2年。可能恁这前辈遐袂拍招呼，道亲来面对着迄种甲一通电话，晓得吗？喂，你要找啥？安尼你讲伊全靠人才，来做有问题。喂，你这是安详，而且问咱要找啥？等者，通互我来找啦。你其实确定讲着互我，你阮袂听过。毋通讲鸟早生，等一下，安尼倒哩？就是放弃，所以对他会变差，所以讲，咱有血和泪的灌溉，有高飞高往上，所以拿老师的话老师的话，老师的苦心，安尼才当互咱培养出来一个安尼欢喜喜，相对心灵和平，所以咱学到
เขาไปไหนทำพัก ทำพังก็บองกินนะก็บองยินก็บองยืนยองเตอวัน 参学不忘根，不忘恩，不忘任重道远。安写现在是上来了解，安他好我在做个，迄个好个比，迄个讲，那安尼讲起来计较吼，咱外道做人去，迄拢比错啊，参考人才除了了命，你根本就你讲参考是挂名，挂名，这个发这无能力吼，迄是挂名发这无能力，但是认真，所以内中吼有一个上总的故事。上总的故事吼，这可能变一解，那我现在这架车我过唔过？咱问天哥吼，市场主啊，哦，一直培养我，市场主，来，但你肯定，但你个你个，来我讲。哦。伊现在遐吼，要互你讲欢喜嘛对啦吼，啊恶着嘛对啦。欢喜嘛对，恶着嘛对。啊，若红到对嘛对啦。红到对嘛对。安对。讲有一个足有名医生啊。哦，有一个足有名医生。啊，这个听检查过程啊，讲甲迄个人爱倒去过程，规身过会甲抽出来，检查好甲关掉，你要相信无？有这医生做名，世界第一。这个都可以讲，要检查上标准的吼，一个人的血型啊，啊你甲伊甲伊讲倒伫迄医疗层，啊规身血会抽出来，检查好甲关一个，安尼要了，你相信？安尼以后较歹搞。就是说，在医院平常听吼，安尼唔听嘛，啊唔听就唔接受了对无？安尼上反了对无？都是你，即马来讲有听，即马这头前不是安尼哦，后壁就一个上师伊个弟子讲师傅，你帮我开心，要安怎会当开悟？是讲你一嘴甲我吸两水，一口吸进去两水，不可能的，对无？一口气你一嘴，甲迄个世间的水甲啉无到，安尼你就会知。我懂。咱就是做这上师国务院啊，啊，因咱你倒来吼，啊，到朋友来较熟，所以讲安尼有我记着。拄则讲规个血拢抽出来，就是规身躯就代表四点嘛，啊，规个抽出来了，检查好甲关入去。无可能嘛，所以检查会安怎？一定就无嘛。所以海水一滴，百川同汇。来，大家看，海水一滴，海水一滴，百川同汇。百川同汇。海水一滴，百川同汇。海水一滴，百川同汇。好。好。我刚才讲，咱所讲的歹讲，我的定力就是应该，人讲唔对，去听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当下收袂成啦，那我即个要紧讲伊，咱脚步踏踏，彼此宁静安稳，安尼海水一滴有无？百川咯，所以讲千经万法，有无？感冒、习生论、感冒、血脉论、习生论，你若拄着名书。你就当这世人能够欢乐，所以千金万高，所以咱爱其实我们不妄从，我条我不到6条啊，有没有讲可怜无？啊不采空，不留遗憾，所以讲咱有好的因缘，大家共同继续吼。过来，即马现在来讲，用来用，咱需要修行，先靠近才能修行开心，所以对家庭的好德。家庭的好客，时常总有一天会老，做囝的人，毋是讲你要听过最近是流行的啊，安怎流行？迄人若转去啊，啊因的囝孙拢逐个社会上拢有地位，啊袂晓哭，啊请人迄个叫做啥？好路必行，好路必行。
哇，安尼好，安尼靠安尼，靠安怎安尼，迄声都非常，人们讲好人啊。哎，那今仔日好安尼也是恁真正亲戚，完是恁看，我呢我爱炒的红包袂大包，而且真心话吼，所以讲他的真诚是在你人囝儿孙是应该以为义啊。所以若如果讲，若讲我若有靠不管，若如果听着咱头前大家做功课吼，你也尽量甲做做伙，互我签到开始，安尼好了无？看到即个，有边仔人就讲，若讲着你吼，你手尾拢无钱，你听着安尼，你拢会记去规律，然后谦卑的请，安尼学得啊。讲你有靠不好。这样说哦，他讲话拢无客气，我大少你甲我闹去，讲我不好，对不对？但是若真正要学道，内修，这样说属于我的不足，请你开始，安尼学着的啊。是要学着，是要交换。学着。我种有效，有效是你家己讲的，认定。既然这样子来讲有效不好，伊安那大众的。伊爱学着讲，我就是一个修行者，我来为大众的后壁千千万万只同修，千千万万只，互人讲咱是一个学者，学一项命，现前就对，你嘛讲对啊讲，现前你是对，佮讲你毋对拄无？搞非常搞重要，你爱顺着去吞，所做你，互我签啊，请遐人所开始，安尼学到无？安尼参考现在普遍了解无？是讲我已经参考啊。迄个毋是我的工作，永远拢是，互你地讲代志真精密，所以结果呢，伫大众的，互你无面子。你若真正要学道，大众的哦，今所做的，我有不足，请开始。然后你着安怎做安怎做，安尼好着无？不但本身受的心顶的光点到，搁再会搁咱周围我，心灯亮亮，照亮周遭，照亮全世界。人讲，我来国外开放，我是咧做啥物货？国外开放，讲到这个，你若本身自己最够的自己的脑袋瓜，让它发挥了，真正伊所必要不是。如果讲毋是如果，是咱的脑筋无要转，拢活伫过去啥？拢伫迄个本身自以为是讲，我已经事亲，所以时间若身体无好，你做事势。你爱会记得讲较一句说，一句事实的话，互师堂安心，互师堂安心啦，三顿烧，安尼叫有啊，会晓烧无？是。姊妹仔介济，兄弟仔介济，师堂咧无身体无好，你若不管啥，甲接来咱即个遮，互伊安尼安心，迄叫做有啊，迄嘛叫做学道。我遮无所在啦。我遮安怎啦？迄钱遐较大，迄所在较宽，拢毋是。心灵若宽，你安怎去？是大人领的，然后自己安心就好。所以讲个，这个事情是咱修行参考人在脚步应该打，但是对不对？你若做个是人身体无好，迄项大兄个所在较宽，爱嘛经济较经济好歹无重要，你食暗暝啊。所以若人讲吼，咱遐就困到真正就甘心。迄做大家啦，做大家，我是查甫嘛吼，做大家，你吼面对家啊，你嘛才受苦。做大家看到不忍心，鼓励心鼓励家，是讲安尼。我老人要食暗暝啊，你对我食安尼，咱种水土盐吼，若困倒啦。若到迄个机会吼，搞迄个好，咱因为困到真正，若困倒班吼，听讲安怎叫做修道，无半分怨言，这是咱学道所在。所以所事情不可不提，就是咱拄着老的人，咱到机会，迄个机是就是咱因果书，嘛是叫做咱道场中的前辈者所因，但后边最后一步，这个人。为什咱一贯道，是因为奉天之命，所以点传师的点道心，这
济公老师已经领受恩师命，要出是领着济公老师的命，济公老师是奉天之令，咱才当样的，所以已经领受法真师，这就是讲，会讲道的宝贵，毋是一般，所以咱爱诚欢喜，所以咱抱合。讲甲足济，你若本身心中无grund架、无改变，安尼吼，抱合是心问题是事明明，这是内修，所以抱合是目标。咱的内修，心问是事明明，这是咱家己内心的改变。笃行是脚踏实地去做，所以讲心来想，嘴讲，无物去做，咱就自欺欺人。所以咱永远捌偌济，做偌济。一切拢是真心做，所以主中问言，咱主中啊，大理来讲主中问言，我德行安怎修？那假使讲，咱甲人讲，伊若会惭愧，照时间，毋通讲，明仔我开车载你来，结果时间到车无来，我开到过头，那拢出去哦，天的惭愧，咱啊毋通同天的惭愧做伙。毋通像社会人讲无遵守，可以接受。亲口人才，言过言，言过言，讲话算话。甚至若去人边菜，听到即种足简单的话啊，拄则讲留互人好印象，就是互人的本钱，要买菜。啊，你这也无教人家，啥教一个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这安怎？咱卖犯第三毒。遐生活唔够，尤其若动手啊，动手，有当时咱做这样做吼，听你嘛做同心。若讲道歉要叫同我歹去做，算了啊对，哦，你本来若卖800是500块，我卖你400块，安尼有俗无？啊400就好啦，咱真正讲，看出来，你看看伊是，毋是阴阳，是做种背者。各样失败，所以做中几条咱师弟啊，拢检讨。为什么无教育，所以徛当袂过？所以讲言中性行笃行，随万一智方便。所以若迄个较无开发，所以咱咧开发成道路。你若只要讲话算话，讲安尼互人好印象，你就懂啦。言不中性，行不笃行，出鼻头尾就看了。慢通一点，因为讲做道亲，你讲做啥物，所以有人甲济公老师迄个人肯定的吼，甲破坏掉。所以咱爱记，咱会当做清高人的，是对有德才信，文化协调台湾，咱会记清楚。第10条是啥物？第10条是？毋是，咱的有德方法的第10条。元修。无量不教前观，前面讲过，所以咱在7条台湾咱好字，15条无开，爱经验是零，咱称为挺高人才。人讲，我个性就安尼，讲话拢不修边幅，对不对？啊，凊彩讲，安尼，人讲怎啊，粗线条，粗线条要先安心。所以咱来介绍，较幼秀，较人讲，这改变出来。若较早咧讲话吼，我偏偏偏，即摆咧讲话吼，搁咱强音，对不对？甚至呢，啥物叫做上位？我咱感觉你个听无，要听清楚个。歹势啦，互你开得出来。你今仔我来了，对，你我讲来了。传单来啦，传单这本书来出兵，即个来，啥物叫做三倍？8，即嘛讲起话啦，888吼，啥物叫做三倍？拄啊，这本书有在出兵啦。啥物叫做讲？叫做讲做啥物叫三倍？我头拄有教来啦，不可能。为啥？这本书属于后行。欠看的，请这本书开始啊！你无好用无？啊，好，大家好啊！咱真正来了，我刚来暗时讲，所以等于讲，迄后
你若如果讲，共款拄着这种，哦，就是因为看有走动，你伫道场内有影响力，所以某人啦，就是咧，迄度大家安那，毋捌的野手，毋捌看过野手，毋捌看过其他做野手，毋捌讲过话人野手，毋捌，看你人偌好，大家拢捌。真正野手哦，讲到毋捌的是恁是恁慈悲心，互人无感受。你好加在其他人，你好加在咯。所以人哋啲料理嘛，该唔敢讲嘢歹话。所以，你好，大家其他谢谢他。你有困难无？你若无困难啊吼，无困难，拄着毋捌的，你绝对无受气的本钱。你来讲，前几下做咩？互我听下，请你开始。你有大家拢学着无？那按来讲哦，世间无迄个歹看面的啦，无迄个身体无好的，就家己长规，家己遐讲袂认真，规暝困袂着，就是家己对自己过意不去，所以有书，所以三昧为天命，因为咱今日当求道，就是因为这个老师奉天之命，当迄个天下大元孙，祖师爷奉天之命来这个所在，所以咱有这个道理，就是义为天命，义为大言，有大吉者就是咱前辈者，咱来遮前辈，所以人讲，你若看一个囡仔，对无？有一届吼，那我去出去外口转来，休息安尼热热，甲走起，唱过就了咧。来，倒一杯，倒一杯茶给爸爸喝，就是咱就后边点嘛，就顺手敬一杯来，这一杯底下啉落去，后仔摕互伊，若去放落谢谢，安尼讲一句话，结果后边怎讲？头陪陪，袂晓讲就咧讲。如果拄着做爸爸的人，脾气较歹，嘴边古早，说你安尼不好，佮讲话认真。有个人安尼讲，无你照爸爸讲啊，甲听足简单的话哦。出外对外口转转来，坐伫后壁椅仔遐，这就看伊来，我凊彩添一杯茶，咱添一杯爸爸。客人来啉咧，凊彩叫后仔添一口，这足顺手嘛。大讲一句谢谢，安讲着话。无啊，左边佮包盆杯，那个搁个袂晓讲安尼讲，所以讲小小的心灵嘛，你若是讲好我安怎，不要长威风，威风是你的庄严，对人有礼敬，那个叫做真正庄严的威风。叫无你甲爸爸讲。伊叫做爱讲乖，有差别无？甲囡仔讲乖，莫甲囡仔讲谢谢，哇，好简单无？所以名门前口就我听讲代志细节去讲，敢若一个家己嘛笑讲，嘛足简单，一杯茶摕来啉咧，后仔甲啉着顺咱茶出落好，谢谢，足自然的感觉，毋知囡仔听，会心灵上，心灵不好。个按头陪陪，伊囡仔细汉吼，就讲，名讲安尼讲，所以讲希望咱，莫是讲我已经是外中咯，我外口永远拢错啊，安尼安怎样？所以咱来时时聆听从识师傅，言辞中会当人对个，教向还是来了一项无了解代志，疑师傅。有疑问一定爱，毋通去个心肝内，一定要清晰。所以咱爱温柔勇用，这是咱基本的条件，这较叫做德行。咱心中都要温和、善良，对人忠义。人本身啥物叫做欠？这就是欠。有一个单位，日本开放，为着台湾其他的人才，也办出去嘛。为着一个定司机啊，
他遐尔嚣张的，订书机，应该日本人啊，伊反正怎么样，就是迄个人才，特别订资料，找无，叫人去买一支，即摆买着了，等下拖去再走一支出来，安尼啦，买一支，迄个欠本身你伫道场内底每一个动作，你互人袂感觉敬重，安尼人对你的道来打击。讲起迄个地区，嘛毋是叫古早，我40当前的代志，日本的救星乜样？救星啊！即摆了所着讲起嘛欠啊，着好毋好，嘛毋知讲，即个拜托因带咱去西洋大买买，安尼去考倒一项人，有紧张无？望讲千口人才，具备条件，千口以上去办事人员。嘛应该结果去解决经济可以解决，莫去破坏着道尊地位。结果就是了出去就起来，咱人才讲奇怪，台湾哪有人说现在带咱去边啊？一大堆啥物救星啊，咩啥要遮济，就台湾就去拢要看病，有影了无？所以希望咱身体健康。就是有机会，本来有义务，本来就无看啦，何处有悲哀？拢都身体，所以逐工啦，心情足感恩，欢喜会出来，笑会出来，那安尼身体无毛病。所以希望咱欠，无该讲的讲，叫做无欠；无该做的做，嘛叫做无欠。即个欠安尼小，可以结束嘛？对于人。你毋是讲，迄你去做好，免着管，这毋是哦，就是爱礼节，看清后辈者，所以看互伊去发挥，这才是会当留后辈者有合适的机会。所以讲，主下是问题，这叫信伫不同的战术，所以前辈者咱讲一战一战，看法无同，所以毋通想讲。我已经是参考人才，我已经是道场中几十担啊，把那些都要归你，有前辈者，有同修，所以咱互我甲一寡同修讲，伊讲你最近如何？到尾问说，我嘛袂晓问，有一个秘诀就好啊。你若讲咱们师嘛有，无法真诶，真好无快，你要帮互我，开始如我了解。听你讲一句话，我感想足好，对方吼，因那种感受，嘛要大人。阮查某囝听一句话，这有啥袂歹？时时抱着学习的心，时时抱着学习的心，永远是安尼有孝顺讲一个，一个这咱电台了那个老前辈，大家跟着念，时时抱着学习的心。永远是年轻人，所以今天跟大家，那今天吴老师，你说吴老年轻人，你的那个老字是咱本身倚老卖老，咱来多多学习，所以特别学习可以很勇敢，主下甲主中，这叫做主中啊，来去叫做主中主下就问题问到有主中外。主中原主老这篇老咧互咱讲后摆一家讲，咱爱记住，有人若咧请教业啥物代志，你爱记住一句话，对方甲你讲安怎，你是学长啊，爱甲你讲安怎，迄个尊重，他有一届因大陆遐一个师资班啊，或者师资就是伊个拢是老师嘛，校长安排，就遐老师做伙，我咧学习迄个传统文化，咱我赶快甲请请主任请出来，我讲这一期你欢迎看看，咱是讲这是事实的啦，上事实较大，咱来跟上事实较大，内底人来个结束，即句话还是分到其中来，咱来讲。此告未冤，我们开出来看嘛，这是足好的物件。
困到3秒内，勇气要出来，你家己到对方来往前绕过，干讲啊，到讲来，听听，免听你起来，免听你讲起来，即马有点顺便讲，解释看嘛。起来起。讲，毋是，即马就讲要讲一个讲，迄内底迄个灯头啊。毋是啊，我是讲内底就自讲文言，主讲文化，你解释下，要解释哪个？这咱会点样讲？即摆就讲，因为咱是参考以上，咱是要后壁要互人家讲，变成一句话，伫咱讲，调表这体气，这吼，双手开一手，安尼形容有共嘛？计较有共无？无共，无共嘛？对，就讲。自讲文言，讲台语，主讲文化，系发音，我就无讲。即係講偏偏即句，而咱咧教倫理嘅人，這語言攏是老師嘛，就講偏偏即句有些太請伊出來，就講哇，這切句內底，互經過咱講師講過，結果來才才者，主講文化。主講。就這內底問題條真嘅問題，平日無忝，有無驕，何如？平日無忝。内底上主语开始。有日無驕，何如？这个要请点吗？好，那请点吗？是我们热烈掌声。你在享受吼，名大六师，谢谢你啊。主讲文化，主讲文化，这样你才说得来听。必先讲吼，先讲有可能这中间有落差，因为咱的地方是高低条件，毋是咱的嘴中，咱讲出来，人听会加到无开心，咱淡薄嘛。咱主讲文化。主讲文化就是问咱孔夫子嘛，孔子，后壁有对吼，头前过来都无啥对吼。主讲清是孔夫子，问甲当做清是，有讲清是较对，吼，即主讲主讲清是咱孔夫子吼，平日无忝，我散车无安尼通好打，我好嘢无中吼，好如安尼，这是主讲的话。对，即嘛。控制可言，这是很去感官。当然咧，清晰，你要先肯定他，再引导他。咱十地方你讲这句唔对啦，莫用否定词，用肯定词，肯定安来个，会当做来鼓励词。无，即嘛可以，控制来讲，会使，慰乐，就是那个有个平而乐，不好理所以，你呐。善讲，我来听欢喜，好讲，加这大做了，安尼，所以讲下面这句话，我讲只讲文言，只讲问孔子，那问什么？你们听到孔子请，子贡请示孔子，这个人子曰，子曰，子曰呢？你讲，就子曰没有，应该是子曰。子曰，就是孔夫子对那个子贡的一个回答。开始回答。一个是解释，一个开始。按照你有魔鬼了。是。子贡不言，主讲孔子，就平常我讲我神袂讲无当，我会听，好讲会使哦，这可以会使啊。所以同样，我们上台的机会，有叫人讲我参班，为了讲的真正能经过，咱有其他的参像，咱后班迄孔子讲。爱讲孔子讲，安尼讲子曰孔子讲，孔夫子开始讲，安有同无？安今日真诶啦，掌声啊！感谢。同样一句话，经过咱讲师，你会晓甲显露道准地位是这中间，所以即摆是主下是孔子学生，伊诶母亲就是等于。师弟学生啊，咧请示你师弟，讲问教上教安怎？即嘛师长就讲，主下咱来讲，克教无极，不克教无极，咱写上一句，
会使高啊深的，袂使高啊浅，啊若无卖高，身为普度人才，身为清高人才，咱无资格排第一，还有严肃，所以大家拢是安尼样，拢是有需要共同拢互之间，所以讲主张就讲，以后无所谓，我经过平时啊，老师咧开导，毋是安尼感觉的，对。咱本身君子尊弟之拥众，咱对着老的，咱来尊重，爱当容纳大家，加善，咱会当家庭做真好，互人感动。我真大意，咱的能力有够遐，人对咱都尊重。咱若本身就合拍，人看咱无够，人会创啥？所以他讲，留给对方好印象，就是度化他人的问题。可以吼，所以讲，咱若本身无够。无够安尼实力，人就咱记出来，搁再讲要咱交好朋友，所以希望咱会当好。所以这内底，这是一个叫做参考。主下呢，请是考有主。有讲啊，但会安怎？个人会使讲心理养会，个人心态，咱是囝同款，一个囡仔个性。咱若问讲，你一个主管，倒一个安怎？做清楚，时间到几点？10点半。对。OK， 咱看到是什么？来讲一个呢，有两个同事，两个是同学，去公司食头路，白白做一件事，嘛迄同事嘛拄好，我8月10号到印度去吼，这主管，即摆两个人当中，伊本身伫下摆成绩目标较好，为什么主管拢一直拢足重视，拢甲提管，薪水拢提升？因为做面心胸无平衡啊，做面要啥？死头路。这中间呢，拄啊正拄伫迄个环境呢，即个公司主管来讲，我人后边王小姐，来，咱即届我优秀者。你去菜市仔问看卖，讲一个员工炒来一箱5块几粒，去问，结果去问一抓，转来才个主管报告，迄油啊吼，因一日到一箱头300块，是500块，结果这问题是，伊还佫离了，叫第2个同事嘛。伊就不容易不休息啦。结果我讲翻一句话，最近因为要求提要走，一个本身一箱要送员工，要送员工，安尼结果人去问讲要好看，送外表好看，好食，介绍无共，咱内底员工300个，若300要做伙袂贵，咱一抓头几尾拢好势啦。叫即个去问一撮转来，300个箱，300，安尼来开，一届去转来2、3撮，所以有能力的人是一届头几尾，拢处理甲安排好势啦。无能力的人，咱细数一句讲，抽一个鸟去，讲遐傀儡啊，感觉叫咩傀儡？安尼，流出来嘛。有一个鸟，讲一副做者，就意思讲，对，就是意思讲，你工课，咱心灵健康人才，爱体会这每只意思。咱有当时啊讲啥，咱来多请示。毋通讲，要是咱紧干来做啥，安尼是命令还是请示？所以咱有一句话讲，身为晚辈，咱来讲，身为晚辈。身为晚辈。有请示的责任，有请示的责任，没有决策的权利，没有决策的权利。你前靠人才合作，不要客气。身为人才，身为人才，咱身为人才，咱就何哪来问讲？看到这些。所以，咱伫道场内底，咱
那唔讲某某人，这是要用过半的，袂使啦，袂使过半。新道亲，把这个比方啥物做了，我都唔可以去参加班。伊若会晓，佮互我给你休息看卖，充电话，安心情他嘛，给人留了好印象。伊个本身我着啥物丢，我要来过西班，你也袂到厝边，安尼讲白呢，迄是足大罪过，人个慧命，其他的费用赔不起。所以希望咱我们大开普渡，大开普渡，咱爱给你时时刻刻多请示，安尼有好做无？不是天使哦，咱唔能讲，我说了算，不行，安尼，人个祖先也会让咱背起，所以希望咱我们不要因为个人的思维、个人的傲气，不懂得谦卑，不懂得雕孔母亲节度，将引起有利归心，你做的不会惭愧。我们不要有这些的心态，应用到新的去后表，甲爷爷的为了。所以我大家一堂课我们也非常谢谢大家，非常谢谢我们的亲人主动来这个家，然后配合等一下我们就第二堂课不足的地方，目前看好好进行。好的，好，恭喜大家。到主席。感谢莲师慈悲请到公，公到公。我们休息15分钟到10:45，请提早3分钟就坐。